機，一個深入青年人心嘅兩個字。每日幾乎喺大學都會聽到嘅兩個字。屈機無限好，只想找出路。究竟屈機係咩嚟嘅呢？屈機嘅背後又有咩大嘅意思呢？一連一集向屈機出發，帶大家了解屈機對生命有咩影響，一齊感受被屈機嘅人生。喺人生入邊，即係有好多嘅起起伏伏嘅，好似啲山咁樣啦，有高有低。Gary， 一個非常了解屈機嘅人，真情剖白被屈機嘅感受。屈機嘅感受啊，哇，好無奈嘅喎，好難受嘅喎。大學，一個大學生每日去嘅地方，裏邊又有幾多種唔同嘅屈機呢？喺學校有好多種唔同嘅屈機嘅，有功課啦，有感情啦，有你嘅同學啦，甚至乎家人都有㗎。看透屈機嘅佢，又點樣睇而家嘅畢業生呢？有時見到啲畢業咗嘅學生，佢哋咧喺工作方面冇晒方向，好似跑馬拉松咁，跑啊跑，連目標係乜都唔知。甚至乎咧，有陣時見到佢哋咧跑錯咗，見到好多大學生，佢哋每日忙忙碌碌、營營役役，生活生命都好似冇乜方向咁。有時真係好想佢哋認識我哋嘅神，讓神咧可以介入佢哋嘅當中啦，生命入邊啦，讓佢哋生活得更加有方向。咁屈機嘅情況，咁自己就好容易解決到啦。大學生嘅你，今日願唔願意俾神去解決被屈機嘅事情呢？佢又對屈機嘅人生領悟咗咩道理呢？喺人生嘅旅途上面，一定唔會係好平坦嘅啦，一定會起起伏伏，好似啲山咁樣，有高有低。如果你遇到好高嘅山，你感覺到好困難，而唔去越過個山嶺嘅話，你就會錯失咗山後嘅風光。咁如果你想去越過呢一個山嶺嘅時候，你又覺得好無助、好乏力嘅時候，你嘅幫助由邊度嚟嘅呢？如果我哋有神嘅，咁神可以幫助我哋越過好多嘅困難啦，越過好多嘅山嶺。當我哋越過咗山峰之後，舉目一望，原來山後嘅風景原來係咁靚嘅喎。歷盡千辛萬苦，尋找方向，終於找到反屈機嘅方法，就係神。我真係明白到，原來屈機咧都有出路嘅喎，所以大專生，你哋千祈唔好咁容易放棄啊！聖經都有話，神嘅恩典係夠我哋用嘅，喺神入邊冇一件難成嘅事，呢啲話都係好真嘅。今日被屈機嘅社會，被屈機嘅人生，被屈機嘅你，願唔願意去10月10號星期五晚上7點半至9點半屈機大專王校園生存攻略報道會，尋找屈機嘅出路呢？